各位1539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大吉利539。来看1月14礼拜3开出来号码0102163335，即个16连续开2期。继续来看1月15礼拜4，淡遮提供10粒无出牌号码，互大家参考看卖。04、07、09、14、17、20、22、27、32、36、04、07、09、14、17、20、22、27、32、36以上，这10粒号码，互大家参考看卖啊！感谢收看。